屬雞，你嘅感情會出事啦。下年會有第三者破壞你哋感情嘅關係啊。而今日我會教你用兩個方法去化解。2026年屬雞係暗破太歲，而暗破太歲係指你今年嘅運勢啊會受到破壞，事情會得到終結嘅。而暗破太歲係指你唔知情嘅情況下，事情係俾人破壞，而多數係俾小人同埋第三者所破壞嘅。例如屬雞喺26年有紅鸞星啦、太陰星、天月星，都係直指女性同埋長輩嘅喎，涵蓋範圍包括你嘅朋友啦、同事啦、阿嫲、阿媽、外母、奶奶等等嘅所有嘅女性。咁如果你係女性嘅話，咁表示有女性接觸你嘅另一半而破壞你而家嘅感情關係嘅。而如果你係男性，表示亦都有女性接觸你而破壞你哋而家嘅關係喎。所以如果你有拍拖嘅話咧，結婚就係可以化解到破太歲對感情關係嘅影響啦。而如果你已經結咗婚啦，咁我會建議你佩戴班彩石，就可以化解感情被破壞嘅問題啦。